深圳有點規模的眼鏡城，其實只有7個，口碑好的、口碑差的，我都可以給你講清楚。配眼鏡主要還圖個舒服吧。如果你攻略不對，結果因為停車被罰了500，或者越走了太多路，累到懷疑人生，那就沒意思。先越黃江的4個眼鏡城，如果你想找個大一點的市場，可以去嘉寶這個眼鏡城，比較大，地鐵也方便，也有停車場。現在比較火的一個市場了。那有的人越，我想找那種時間沉澱比較久的市場，那就是黃江眼鏡城了。這個就是我們行業裏都在越的老市場、老眼鏡城，裏邊的商戶都是做了很多年眼鏡的老手藝人。不過這裏距離黃江地鐵站會有20分鐘的步行路程，怕走路的朋友啊，要有個心理準備。有停車場，但不大。周末的時候，很多客戶會把車停在路邊，貼不貼罰單那就看天意了。如果你找不到停車位的話，完全可以把車停在馬路斜對面的新馬眼鏡城。這個就是接下來我要說的第3個市場，跟黃江眼鏡城很近，它也沒有挨着地鐵，但停車場會大一點，周末一般都夠用，停這裏你兩邊都可以幹。第4個呢，是皇朝眼鏡城，它就在塘廈地鐵站上面的2樓，你都可以不用出地鐵站的樓，直接上2樓配眼鏡，整個深圳地鐵方便的，可能就他家了。第5個是華強北的新燕南眼鏡城，在4樓燕南地鐵站 C 出口，右手邊就是今年剛開的，有30家眼鏡店已經在營業了，對市區的人很方便，有自己的地下停車場，周邊環境也不錯，畢竟是華強北。最後越下羅湖的東門眼鏡城和中威眼鏡城，羅湖東門這裏你還是老老實實坐地鐵吧。這2個眼鏡城主要是面對香港客的，裏邊的眼鏡款式基本是香港人喜歡的風格。這裏越一下，香港人和大陸人喜歡的眼鏡風格是不一樣的。從1號線老街站出口出來，前行50米就是東門眼鏡城，前行300米就是中威眼鏡城。最後越一下，要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去哪裏舒服就好，別搞得太累，也不要搞得太麻煩。就像我吧，我喜歡一個能跟客戶安靜的溝通和驗光的環境，我不喜歡嘈雜，所以我把我自己的眼鏡店開在了福田這邊的寫字樓裏。那我和喜歡我這裏的客戶都會感覺很舒服。關於價格，現在大家都一樣，那個行業不再捐啊，眼鏡也是一樣，蔡司鏡片、伊視路鏡片價格都很透明的，都是很低的折扣。我這裏跟眼鏡城都是一樣的，折扣很透明，這個反而我覺得不用太多糾結。